不回去，这是心可悲了去。哦，这你若有摕圣诗，你也看下面了。这是第7世纪拉丁文的圣诗，英国人家翻译伫19世纪1851年。迄个曲、迄个调是法国调，1871年。哦，这拢足久长的吼。 有真侪3连音啦吼，咱第一集过来唱一届吼，咱来，互伊即个旋律较熟。254第一集。伊多做人见过地基，顶中出家就是先祖所传实在宝贵，遍家先会归地。 声声拢无回去，假是心可悲了你。后面才有小变化吼，咱来读第3节吼，第3节。阮要进入圣殿祈祷，求你降纳阮恶恼，救主时刻听人温和，欢喜应允阮求讨。 你的祝福充满在座，受你保守永无错。来第3节，至圣救主降临会中，求你施恩全会众，恩典三刷，万民同享，保全祝福无限量，统治官兵伫你手中，阳光未毁，永无强。第4节。 俄罗至尊圣父上帝，感谢圣囝来降世，称呼圣神三位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恩典、慈悲、阳光、关世，自古及今啦吼，及今拢无退。这个旋律也是先咱来唱第2节好啦吼。 第2节有破头好看啦，250是第2节，较头前遐，较头前一个吼，好来。我要进入圣殿祈祷，求你降纳阮恶恼，求主时刻听人问候，欢喜应允阮求讨。 你的祝福充满在座，受你保守永无错。后来第2首是咱较无熟的吼，咱253往前一个，咱改变一个气氛吼，咱要这个是俄罗斯的调子吼，咱哪听，拜托谢老师来弹一个吼，咱来听一个旋律，苏联的迄个。有迄个俄罗斯方块的味道无？刚才拍俄罗斯方块吼，这就真好听哦。咱来读一个歌词吼了咱才会念看嘛吼，上帝的教会，毋是咱人用黄金雕刻的圣殿，选民毋是受敬来做样，是对十字架来结连。正经离自集对遥远来，对东、对西、对南方地，北方双色所看的所在，拢是朋友。 毋是人客。来第3节，基督的教会经历死亡，进入活命，施恩万民。基督受拒绝，钉死十架，担地甲天已经换新。第4节，教会永远得克服和平，面对悲惨、冲突、战争，教会要常常学习反省，继续向前。 奋斗无停，咱唱第1节看嘛吼，咱第1节吼开始。
上帝教的不是咱人，三更金雕刻的圣殿，选民不是受惊来做友，是对是美的来给的。第一站咱过来一届啦吼，上帝教的不是咱人。金雕刻的圣殿，选民不是受惊来做友，是对是美的来给的。第二节，前行你出一对遥远啦，对东对西对南方地。再来第三，基督的教会就是无，今日我名是阮万民，基督受苦决定是世界，大地甲天已经完成。第四节，教会永远的靠。心做来敬拜，请做祈祷。做伫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你的众百姓对四面八方用感谢、用懊恼、用恳求的心聚集伫遮。我们来调见你的面，帮助阮伫你的面前无懒散，帮助阮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你。你也垂恳圣神保惠师伫阮即个会中来运行。互阮伫新的年有一个真好的开始，敬畏上帝，也学习听人，伫上帝家一个永远的厝，三角来行阮伫世间每一天的日子，直到阮受接纳伫上帝你永远的国度。愿上帝你悦纳阮心灵甲诚实所要献的祭，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上帝的殿，甲五常有啥物相同？因为咱是真活上帝的殿，亲像上帝有讲，我要徛起伫因中间，行游伫因中间，我要做因的上帝，因也要做我的百姓。三甲来吟诗哦，老主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起立。咱由原徛地，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城，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这世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去伫死。因的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亚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伊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51篇，启应文51篇，启应文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溃烂。心离开上主，即款人就受咒诅。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
无人徛起会亮丽。因为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福气到来时看袂着，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迄款人真福气。伊亲像树栽伫水边，阮宣告会面，也毋热到，也无惊。永远起嘴，抗旱的年拢无看路。照常的规矩。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至尊的宝贝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即个新春的节期，阮抱着虔诚的心、热切的心、渴望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阮要来朝见主，阮要过来含天父结连，阮要过来伫遮。献上阮的感谢，恳求圣神甲阮指点，互阮伫即年中，阮会当尊主做大，用主耶稣做阮家庭的一家之主。阮恳求主，互阮时时会想着你的教示，阮会当疼厝边亲像家己。阮也会当教示阮的囝儿来牵条伫主，互阮会当全家拢会当同一个心，同一个信仰。来做主耶稣的学生，来做天父你的囝儿。新春的时阵，阮有真济的感慨。阮有即个节期，阮伫厝，阮伫出游伫外口，阮知影你拢赏赐阮平安喜乐。阮人生是空虚，但是阮恳求主来充满阮，互阮因为有主，你来成做阮的帮站，来成做阮的倚靠。来成做阮的气力，来为即个社会、为即个国家、为阮的家庭来努力打拼。明早起，阮也要对张牧师来听着你的教示，阮祈求主也甲张牧师因的家庭三甲支持，互伊今仔所讲的，成做阮的帮站。即是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用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伊所要吟的诗是修成的主宰，修成的主宰。
修行的主唱歌，听到懊恼的歌，用快乐的心出声来吟哈利路亚。咱真多谢圣歌队献出遮好听的诗来带咱敬拜主。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是记在提摩太前书3章，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伫新约240面。提摩太3章14节到16节，咱做伙来看。我写这个，互恁是望本身紧紧到你遐，世事若延前，也是互你通知，应该着怎样行伫上帝的厝，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条则甲地基，大敬虔的奥妙，无人毋掠做着。就是伊显现伫肉体，称作义伫上帝，出现伫天使，宣传伫外邦，互人信伫世间，接纳伫阳光。咱看第2位的圣经节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6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独你属上帝的人啊，着闪避这个。来追求义、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着精进神的好精进，将永活牵条条。你的受调就是为着即个，你也捌承认好的志愿，伫真情的人的面前，我伫想事活命互万行有的上帝面前。以及对本州彼立岛最好的干净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吩咐你，着守即个命令，无瑕疵，无通嫌，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到期大福气，独一有权能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要显明伊，就是独一袂死，点伫袂通近我的光，人所袂捌看见。也袂会看见的，愿尊贵甲永远的关系归伫伊。阿门。讲到这是永活上帝的家，这是永远上帝的家，咱将时间交张牧师。大家新年恭喜！咱做献上咱的感谢祈祷，伫主的面前。是，你是互阮会通有修行的上帝。你是时间的主，也是空间的主。伫你的创造下面，阮会通活伫即个世间，享受阮即个活命，享受阮即个喘气，也伫即个时代来经验上帝。阮行过通行遐的2020年，当伫即时进入伫新的一年，祝阮真正亲像诗班所吟的。你是互阮有侪修行，回顾过去的日子，检测有目屎，有挑战，有劳苦，总是搁较侪是上帝你的恩典。阮经过路径，拢有上帝你恩典的油得得。你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流，到伫阮送旧的年的时，阮看见即个恩典是何等的丰富。阮会通徛起伫台湾即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互阮伫即个疫情全世界真严重的中间，你保守阮即个国家伫即个所在会通真自由来行动，甚至到伫今仔日，阮也会通自执来敬拜上帝。祝阮遮个恩典拢记伫阮的心内。阮恳恳求主你，即个疫情也继续伫全世界各所在来畅行。阮真期待所研发出来遮个疫苗。伫世界各国开始咧做，会通甲即个病毒的恶梦赶紧除掉，全世界通恢复正常的生活、经济活动，互阮会通自由伫无惊吓来生活。经过即届，阮发现侪代志毋是理所当然的。当阮会通喘气，当阮会通自由甲人食饭，当阮会通伫遐无惊吓甲人握手。主，这拢是恩典。恳求你经过这项代志，互阮有更较大的学习，互阮知影人
瓦靠会死的人是有误的，只有永远上帝正做阮永远的瓦靠帮站，阮的避难所。主愿恳求你伫新的一年，伫即个你的名所设立的即个家庭，阮即家伙，大家哪行困难哪加天，哪有力通来惜安来调见上帝，来敬拜上帝，互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以前上帝你的恩典祝福引带，今年以及以后的日子，你也继续安尼来施恩，伫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身上，阮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因我上帝家。我真欢喜，差不多有20几年毋捌搭台湾过年啊吼。大家咧讲吉利的吉祥话啦吼，即个我感觉即句袂歹，叫流连忘返啦吼。音啦吼，用迄个音，咱讲成语讲一个所在，互你定定笑念，你着定定要倒转去吼。用即个音甲讲流连忘返吼，毋茫迄个往搁倒转来啦吼。传统上，我想对台湾人来讲，一年上重要家族要聚集，大概就是过年啦吼。伫美国大概就是圣诞节，伫咱遮是过年。大家伫即个欢喜团圆的时，我代表南门教会欢迎咱主来一家伙，也有真侪出外，到伫即个时阵才会通倒转来到你的母会南门教会伫遐来做礼拜，欢迎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我想当然大家就甲我警告讲，台北吼较无气氛啦吼，会变做空城啦吼。大概即几年有较好，确实有影我坐捷运，也是讲伫路上，你看停车位加足多咧吼，逐个人真侪人拢为淡薄起来，所以有小仔较淡薄一点吼。还佫一项就是，即马毋知影包红包的行情到底是爱偌济啊？恁包囝孙是爱包偌济安尼啊？迄行情我小可爱探听一下。你若小可较探听一下，恁阿公阿嬷今仔日若包较少吼，你阿讲你即马行情你小可探听一下较好吼。大人烦恼无钱啊，囡仔欢喜过年吼。确实，我想即个时阵，大部分的人拢会去想念咱囡仔时阵过年的情形。迄个时阵是新款农业社会啦吼，逐个安尼。我印象上深就是正月初一拄着吼，定定去互拍，讲穿新衫爱拍衫的，恁有即种的无？即摆无人咧甲你拍啦，你一日到晚咧穿新衫。以前是敢若过年才会通穿新衫新鞋啦。阮兜以前是过年一年一届一粒礼物啦，迄粒苹果是一年过年的时阵才分一粒，足保守咧，放到15才有食的，放到边仔。即个过去，互咱感觉少年。当然少年迄背后有真侪因素啦，有亲情啦，有各种的迄落。总是嘛有一点你敢无感觉讲，因为咱即摆物质丰富，都无稀罕啊。迄个稀罕的代志，互咱真珍惜。穿新衫，足稀罕，所以咱穿了足欢喜的，足迄落。即摆一日到晚咱去买新衫来穿，迄个感谢的心就原来会失去啊吼。即个就是年纪较大了后。有一点咧想讲物质丰富，总是敢若咱的欲望也搁较歹去满足。我真趣味讲，台湾伫传统，伊安那去传统的伫过年有啥物风俗啦吼？我去查一寡网络，因为阮伫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有一寡风俗无啥知影。即个除夕单话要安怎讲啊？你敢有人咧讲？咱拢讲二九暝啦吼。除夕是除夕啥物意思？以前毋捌甲注意，即个查讲就是旧岁，旧的一年到阴暗结束，叫除夕。咱台湾人拢讲二九暝。二九暝，即摆大家拢去餐厅咧食年菜。以前是较传统是围炉啦吼，围炉生，用迄真正的炭火吼，伫遐生，迄种意义啦吼，意思讲围炉大家。为一日来团圆，炭火是生生不息，安尼一直团愈烧愈旺的迄落。抑佫有一个风俗吼，我想基督徒可能毋是真清楚吼。讲除夕吼，二九暝中昼讲爱拜地基主。你若是迄个毋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毋知影
即种诶，我感觉即个方向吼，处真有意义啦吼。咱即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阵，第一基础吼，我甲查就是讲，我今仔日住伫即个所在，我住高雄啊，是我即间厝。这我是暂时互我住尔，伫我以前吼啊，比如讲伫遮长山过海来到台湾遮个人，因会讲占平埔族的原住民的土地，啊，伫迄个所在来生活，为着生存。啊，所以伊心内嘛感觉真啊亏欠，对遮原来的地主、原来大个人，啊，我都爱来甲伊感谢、甲伊祭拜。所以，即种有一点仔，最上有一点仔基督教的思想。咱伫世间，不管你即摆住偌豪宅，拢是暂时上帝互你使用的。咱无永远伫即个所在。所以，台湾因咧讲拜地基主，讲在伫除夕的中午吼。啊，咱拜拜拢是伫内底，伊这个地基主讲在为外口拜入去到内底，毋知影哪拜，我是毋知影。这拜地基主即种诶感恩、饮水思源，讲像今仔日上帝互我暂时伫即个所在拥有遮诶，我实在是爱感谢。所以今仔日咱伫即个基督徒的观念来看，所有一切拢是创造的主赏赐互咱的。互你会通使用遮个资源，互你会通住伫遮，咱用感谢的心来承受啊，时常啊少年，除了上帝以外，过去的人会努力。啊，年俗抑阁有找伊，就是行村啦吼，讲哪行哪有村啦吼。你若去拜年啦，去逐所在共行村安尼，转外家啊，咱今仔真侪人转去伫南部啊，遮拢是有一寡爱转去伫外家吼。啊，初三是今日是困到饱的日子，所以咱今仔日，毋知昨暗你困有饱无啦吼？啊，今仔日10点半礼拜无算晚啦吼，无算早啦吼。啊，初是开市，明仔载开市是表面上吼放者炮啊，大家都搁休困。啊，初五过开，啊，初六才真正开始做事。啊，初六农业社会就开始应备啊吼，就新的一年农作就咧开始啊。万象更新，我想咱伫即个新年，特别啊，伫咱农业社会，即摆较无迄个气氛，总是好诶开始是成功诶一半吼。啊，咱看定要吟一首歌，讲新春万物拢换新，求主也换我心神。咱嘛爱更新，万物咧更新，我诶心神也爱更新。所以我今日要改我诶题目啦吼。咱今年诶主题叫做“主来一家”。耶稣基督是咱即个家庭的主，啊，圣经就咱头先宣调所读，咱是真活上帝殿，上帝殿毋是干那即个外形，南门教会即六个大楼看会到的。你甲我咱拢是上帝殿，上帝要徛起伫咱中间，行游伫咱中间，咱要尊伊做大，咱要做伊的百姓。所以即个是上帝的厝，是真活上帝教会。我今日用保罗对提摩太下面的来甲咱学习，即个真活上帝的厝，你心灵的家，咱会根基伫什么所在，咱就安那来做。所以大概我想，若伫教会较久的人，拢会知影讲，有人甲伊分出来，教会存在伫世间有五大功能啦吼。啊，教会应该存在5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当然是敬拜。咱连敬畏上帝、虔诚礼拜，逐礼拜咱拢伫即个所在来敬拜，敬拜足重要。对教会来讲，咱来做伙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今仔日侪所在无法度通实体礼拜，总咱今仔日通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甲兄弟姊妹做伙，这是何等的即个大的稳定。教会的公用教育，所以咱有主日学，咱有少年团契、青年团契、成年主日学等等，就是即阵。耶稣的学生，毋茫搁较知影上帝的真理，大家做伙伫遐来学，亲像基督的款式。所以教会内底彼此会勉励，就讲我嘛爱诚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学生。对伫圣经，我毋茫搁较清楚；对伫上帝旨意，对伫即个面对时代的情形，到底上帝真理安怎回应即个时代的条件，我毋茫搁较知影。所以咱爱伫教会内底提供教育的功能，也搁较好的即个学习。咱爱有团结的生活，
团结生活像今仔日，所以我真期待啦，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吼，所以抵到咱无法度通留咧食爱餐，啊，着减少大家做伙聚集的时间。如果你若无赶礼拜煞，请你莫马上就离开啦吼。大家伫迄个所在互相交陪、互相带导、互相分享，啊，互相伫迄个所在来彼此鼓励。厝内的人敢是爱搁较熟悉较好，这是咱的团结生活。那你来参加团结、少年团结，我的年龄啊，适合伫支持团契等等遮。教会爱服务，耶稣讲伊欢喜做正人的奴仆，啊，咱教会兄弟姊妹也欢喜伫遐来侍奉正人，侍奉即个社会，侍奉咱的社区。当然，教会一个真大的功用，就是宣扬上帝听的福音，耶稣基督救赎福音，也是咱需要为主做见证。所以，逐个人讲啊，教会伫社区若歹名声，都毋免传福音啊。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即家会爱发挥遮五大功能。今仔日我用教牧书信，就是所谓教牧书信是保罗写的批内底有人甲伊分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甲提多书，即三本这当然有一点危机啦。你若甲当作教牧书信，你感觉讲着干那咧教讲安那去牧养兄弟姊妹，这牧师去读倒，迄是有一点即种的危机。毋过因是甲伊分讲，保罗伫即三张批内底，伊主要就是咧讲教会。伊写互即两个少年的，就是提摩太甲提多，甲因讲，恁伫教会咧侍奉，当时提摩太伫以弗所，即个提多伫咱圣经甲伊翻做格里迪啦吼，就是即摆克里特岛吼，较我希腊的迄个岛克里特岛，即两个拢较少年的传教者伫遐咧牧会，保罗伫遐甲因讲，恁对兄弟姊妹有甚物款的？拄着遮个代志，你安怎处理？信仰甚物看法？所以有个人讲即个写互遮个传教者的，所以是一个教牧的书信。毋过咱莫互迄个限制掉咧啦吼，主要是互咱知影讲，保罗捌写过真侪张批，即三张是较属伫牧养教会的生活要安怎来做。其中我想咱逐个若对圣经小可熟悉，知影伊甲提摩太迄个关系真特别。保罗伊看提摩太是伊属灵的囝，我毋知伊年纪差偌济吼，总是伊伫写的保罗批信内底吼，毋是干那提摩太前后书尔，伊伫足侪批信内底拢提到讲提摩太即个代志，所以咱会知影伊甲提摩太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咱看提摩太主要是讲教会。教会是永活上帝家，伊咧甲即两个少年的传教者甲因讲，教会毋是一个你所认为人的组织尔，即个是上帝家。上帝家是遮基督徒拢是即个家内底、即个家庭内底一份子。如果基督徒伫即个上帝家内底，伊会通得到更较好的培养，对信仰的了解，也会通更较来。成熟，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基督徒的品格，你会通做一个独一的基督徒，你毋免去教会，总是你无法度通去体验迄种团结生活，无法度去体验大家做伙学习耶稣基督真理，才会经验去。所以伫教会内底，搁较容易培养基督徒的品格，也搁较容易伫。互相鼓励中间来侍奉上帝，来服务人。保罗伫即个提摩太前后书甲提多书也有讲，教会家庭内底家有家规啦吼，教会嘛要有纪律，袂使讲听就随便就滥散。家庭有纪律，嘛要有组织。你要完成一项代志，需要有较好的组织来完成即个代志。教会需要。徛牢伫真理，因为足侪外面的观念世界文化影响等等，所以你爱徛牢伫即个真理的条条观点，来建立迄个教会，来高举耶稣基督，来牧养教会。所以大概咱甲
背景小可了解，为什么保罗甲提摩太遮尔啊亲密吼？即个是《使徒行传》16章第1遍开始出现提摩太即个名吼。伊讲保罗到特庇，搁到罗斯德，拄当伫遐有一个学生名提摩太。我想咱小可来看一下地图吼，即个巴黎书店大概伫遮啦吼，塞浦路斯伫遮，咱讲克里特岛是较我即边遮啦吼。保罗第一届传道旅行的时阵，伊先行陆路，伊甲西拉行陆路吼，来到塞浦路斯，然后过来伫即个今仔日土耳其的所在。这罗斯德、以哥念，也是讲特庇，拢伫即个所在。这是第一遍传道旅行保罗的行程吼。伊是伫16章是第2届传道旅行第2届传道旅行，伊就行安尼踅真远第2届行真远。所以到底提摩太什么时阵信主？大概咱会通安尼来甲伊判断吼。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到第3节讲，即个提摩太伊的老母是犹太人，犹太信的福音人。总是伊是混血吼，伊的老爸是希腊人吼，希利尼人。保罗即个使徒行传路加讲吼，伊互罗斯德、以哥念就是头先看迄附近几个城市，的兄弟真和乐。所以保罗伫第2届传道旅行的时阵，就邀请即个人就是提摩太，甲伊做伙去。为着遐个所在犹太人，就甲伊行角咧，因为因拢知影伊的老爸是希腊人。所以咱就知影提摩太伊老爸是希腊人，伊的老母是犹太人。什么时阵信主？照看真有可能是保罗第1摆传道旅行的时阵。保罗第1摆传道旅行去到遐去以哥念特庇，也是伫迄个罗斯德的所在建立教会，然后伊就倒转去到耶路撒冷。第2届传道旅行，佫倒转去迄个所在的时阵，即个所在遮的人，遮个教会兄弟姊妹，第1摆传道旅行信主的人，就甲讲即个提摩太真可处即个少年人真有心所以保罗就伫遐来邀请提摩太，甲伊做伙第2摆传道旅行。所以咱知影大概咱咧读圣经小甲用一寡人性，后来毋捌讲到提摩太老爸，圣经毋捌提起。所以若毋是伊的老爸真早就过身，无就是讲伊的老爸到死都毋是基督徒伊可能是伫无共款的信仰，希腊的多神信仰，甲伊老母犹太人的信仰中间来背景的大汉。总是后来咱知影，提摩太后书保罗写，互提摩太讲，我知影你的信仰受你的外妈、你的老母真深的影响，念着你心内无假信。伊除了伫教会受造就了伊的家庭。伊的外妈叫做罗伊，伊的老母叫尤尼基，伫遐好好培养即个少年人提摩太的信仰。兄弟姊妹，咱中间真侪做老母、做阿嬷，咱所留的信仰，是毋是会通亲像提摩太家庭同一样？所以提摩太伊即个青年人，看起来真古意，也真愿意学习啦吼。伊甲保罗当作是属灵的导师所以保罗伫提摩太后书3章第10节，甲伊讲，你有军队了，我会教示啦你对我的生活方式、人生的目标、信心、忍耐、疼惜、吞忍等等遮，你有对我学习着保罗伊安尼甲伊学了所以对第2摆传道旅行了后，真侪保罗的工课拢邀请即个。提摩太甲伊做伙同工，对希腊到亚细亚，你若看第2届传道旅行第3摆，就拢看会到伊是真重要。有时保罗伫遮拄着阻碍，伊就留提摩太讲：你继续伫遮因为我是剑拔啦大家拢要攻击我，我会先走你继续来照顾拄好才成立的即个查经班也好，小团契也好。所以咱来看提摩太，咱来看使徒行传伊定定防即个迫害不得已爱离开伊家己一个走去雅典伊就交代提摩太甲西拉，这第2届传道旅行讲，
你伫比利亚即个所在，你爱照顾或者基督徒的信仰搁较成熟，啊那安定了，你才过来希腊甲哥林多甲我会合吼。所以伊甲即个提摩太甲保罗是一个真好的福音的搭档。啊，我看到后壁来，伊搁较是保罗到最后上亲密的心灵的伙伴。保罗伊知影讲，我大概时间无长啊，伊上要紧就是爱提摩太赶紧来，我有一寡代志爱交代你。提摩太互书4章讲，因为当我的会做官地，我伫要顺道的时伫要到，我过世期到啦，所以你要注意，赶紧来找我，我一寡代志爱甲你交代。啊，到底即个提摩太互书4章了，伊提摩太是毋是赶有负啦吼？负伫保罗向台时以前有见着面，圣经无啥物款的迄落。总是咱知影提摩太后来检采嘛捌去互关押过。希伯来13章，希伯来书有人讲是保罗的批示，毋过作者啥物人，即马毋是真清楚啦吼。希伯来13章第3节有安尼讲，恁着知，咱的兄弟提摩太也已经得到头白，大概伊嘛后来捌为着福音去互关押啦吼。伊若紧来，啊，我要甲伊去见你。所以可能提摩太后来伫信仰上，伊也有受到一寡迫害，互关押过。所以咱看即个提摩太，咱有一个印象的，伊可能真少年，有理想，啊也真谦卑，所以得到教会正人的肯定。啊，总是伊的身体歹，啊，看见咱会讲到即个圣经在，啊，伊的个性较内向，啊，欠缺自信。保罗甲伊讲，无得干那啉水啦吼，啊，所以足侪基督徒用即只圣经讲，啊，圣经嘛讲爱啉酒啦吼。毋过请注意看吼，58度毋通啉啦吼，淡薄的迄种好，啉迄个淡薄酒啦吼，多用淡薄酒，因为你的脾胃甲你的狗破病会缘故，伊真有破病吼，一定定咧破病就对啦吼，所以身体可能无好啦吼，身体无好啊，特别是胃肠方面的问题。伊的性格咧，伊的性格吼，保罗甲伊讲吼，这个事你爱命令啦，你好胆讲吼，无得因为你伫教会内底检采，遐兄弟姊妹拢比你较侪岁吼，啊你毋敢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啊，啊你爱知影你心内温顺，有上帝先知的话，甲这长老会，哦，阮已经下手伫你的身上，互你有迄个权柄，你毋通忽略。你有这个属灵的权柄，虽然你可能少年，虽然你可能感觉讲啊，我也无够格，总是即个你毋通忽略上帝互你属灵的因素。所以保罗毋是干那甲提摩太安尼来甲伊鼓励尔，伊鼓励讲上帝赏赐咱的吼，上帝赏赐咱的毋是惊赢啦，是权能啦、power 啦、仁爱啦、守己的心性。啊，伊嘛甲佫三番两次甲讲，你伫基督耶稣着勇敢，伊稳定教育咱用，所以真勉励提摩太，伊嘛交代教会，保罗嘛甲教会讲，迄个提摩太若到吼，恁着留心啊，互伊伫恁的中间无惊赢。牧师要去教会有时真惊赢呢，真惊赢呢，毋知拄着嫌拄着好安尼。伊讲，这提摩太若到吼，恁毋通甲伊拍生惊啦，伊要做上帝工吼，因为伊着活伫主的工，恁爱款待伊，亲像款待保罗一样，所以保罗真保护这提摩太。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伊讲教会是永活上帝的家。啊，如果我若较嘛够，啊，我爱互你知影该安怎做。啊，今仔日咱读的经文，我分做3部分吼，伊对提摩太有3方面的教导。一方面是教义方面，一方面是道德，第三是人生的目标。第一个咱是讲教义吼，咱先看一句：教会是永活上帝的家，上帝的厝。教会是真理的条石甲地基。即句话咱会通家看出来是，教会是一个家庭，是咱今年的主题，主内一家。你爱甲伊当作是我属灵的家，啊，即个家的主人是上帝，伊是教会的头，所以对教会有绝对的主权，伊对即个教会有绝对的主权，而且
伊用迄个形容词叫做永活。即个上帝是永活的上帝，即个教会一代一代拢会过去。70年前，一下建立咱南门教会，我看今仔日无人伫咱遮，一代一代的过去，总是即个教会存在，因为伊是永活的上帝。咱看到即句是会想讲，我对南门教会我的感情有甲看做即个是我的家啊无？我敢是即个家庭的一份子。有的人讲啊，南门教会真恶拍入去，小圈圈很多。咱的家庭敢爱变做安尼？我感觉讲很难融为一体。咱无法度互人真深的认同，甲迄个共识。我来到遮，感觉转来到家庭的温暖共一样。伊讲教会存在是为着真理的调节，啊，甲迄个地基，咱爱显现即种的特质出来。上帝既然是永活伊的厝，也的确是永远存在。有时咱的教会会真艰苦心，因为咱有兄弟有姊妹离开世间，总是伊毋是离开即个家，伊是搬一个到永活上帝的厝。所以耶稣讲啊真清楚，讲恁的心毋免白白，恁着信上帝，也着信我，伫我的爸家有真侪厝地。上帝伫地上的厝地是遮逐所在教会所建立的教会，伫迄永远的祖家，咱还佫有咱的另外一个家。所以地震的教会检查有消失的一天，今仔伊有锁教会无啊？菲律宾的教会毋知伫倒位啊？你若去看，拢敢剩迄个废墟尔。总是上帝的教会也存在，上帝天顶永远的家也永远存在。有一天你甲我，咱逐个离开咱地上即个属灵的家，咱要去到永活上帝的厝地，这是耶稣互咱的应允。伊讲耶稣基督是咱即个家庭上主要的厝角石，即个是咱定定会听安尼讲吼。毋过今仔日我用提摩太前书第3章吼，我看见伊写一个敢若亲像诗的款式，即个是保罗的信仰告白。伊讲大敬虔的奥妙，敬虔的奥妙，这是中文安尼翻啦吼。即句话你若家己甲读有一点仔。爱阁想一下吼，无人毋掠做着，双重否定。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是真理。敬虔的奥妙，若知影上帝救赎世间人的，这个真理无人会通否认。所以，迄个现代中文讲，大家都宣认，啊，大人话该咩甲翻做迄个双重否定，无人毋掠做着，就是大家拢掠做讲，这个是绝对的真理。伊讲，咱的信仰是多么的高深 ，without controversy， 就是讲没有疑问啦。大家拢，即个是上大的奥妙，啊，上大的奥妙伫什么所在？伊讲的下面即几个，伊显现伫肉体，清水义伫神，出现伫天使，宣扬伫外邦，互人信伫世间，受接纳伫阳光。即个是保罗的信仰告白。咱头先咧读咱的迄个使徒信经做信仰告白，保罗感觉讲，即个是上大的奥妙，一个上帝竟然用人的形体来出现，一个无限的、无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人，竟然缩小家己到诚做一个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个人，用人的形体出现，即个想袂到。圣神来证明，伊是义人，圣神嘛证明接纳伊的人。会通因信来称做义，伊互天使看见即句，我就较毋知影安怎去解说啊。即个保罗啊，迄个时阵还佫有天使学，即个基督是天使来报养，互即个玛利亚，互孔亚的即个各样的人，天使知影即个奥妙，然后互万邦传扬。所以，即个天使甲各样的讲，我报恁大欢喜的消息，互万民拢有份。万百姓，毋是犹太人，毋是以色列人，毋是法利赛人，毋是敢少数的人，是互万民拢有份的。所以是互万邦传扬，保罗就诚做外邦的即个使徒，互世间人会通因为信来得到称做义，然后今仔日受接纳伫阳光的所在。所以这叫做一机同表啦。即个基督，咱逐个做伙宣认，即个就是上帝大的奥妙。是互咱得到救的根本。啊，
这大概就是即几句吼，你啊6句的迄个保罗的信仰告别。道成肉体，圣神的印证，天使颂扬，万人拢有份。基督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救赎的完成，受接伫荣耀内底。有一天咱要受接伫迄个荣耀的内底。第二段的圣经是6章12到12节。保罗对提摩太有3方面的，伫道德方面的提醒，教义方面的提醒，人生目标的方面的提醒。这也诚做咱即家会，毋望咱伫即3方面，大家做伙来努力。保罗要甲提摩太讲即句话吼，你讲伊头前吼很慎重的，伊真慎重的。伊讲我伫小事活命甲万人有的上帝面前哦，我伫上帝面前无够，伊头前佫有一个形容词，是小事活命甲万人有的上帝。然后伊要讲耶稣基督的面前，无干那安尼讲尔，伊讲。伫本丢伫彼拉多伫受难的中间，伫迄个罗马的总督的面前，已经有真好的见证的。伊赢过遐外面世界势力，即个耶稣基督的面前，要反复你，要守即个命令，无下事无通嫌，直到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简单来讲，是我奉耶稣、上帝甲耶稣基督的名反复你，总是头前就讲一堆，互伊感觉。真慎重，我命令你，这个命令是不可以打折扣，无任何借口，爱完全来遵守的一个命令。所以这是落去就是道德方面的交代吼。你是属上帝的人，要闪避，要追求。我甲迄2句啥？爱闪避啥物？爱追求啥物？追求写伫即个所在真清楚，追求公义、敬虔、信。疼痛、吞润、温柔，即个你爱追求，总是闪避写伫别个所在。追求，咱今日属上帝的人，咱爱闪避，爱追求。追求啥物？保罗伫其他所在讲，无得因为你少年啦，互人看见。我想莫讲干那少年啦，今仔咱到60岁、70岁、90岁啊，咱莫互看见，有的人看老人看真无啦。总是我今仔日还活伫世间，我就要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不管我是偌少年，今仔我是敢14岁、15岁，我毋要伫即方面，互人感觉通学咯。伊也讲你爱爱读册啦，爱宽免啦，爱教士，到伫我来，这是咱所需要追求的。爱闪避即寡私欲啦吼。伊嘛伫即个提摩太后书2章讲，恁着追求义啦、信啦、仁爱、和平，这咱头先拢读过。闪避少年人的需要，闪避佫真侪吼。你若较看者6章30到90吼，伊讲我按小可，因为较长啦，我大概用红的理解讲，闪避毋通家己碰风啦吼，毋通爱甲人辩论啦、三尖啦，伫遐甲人冤家啦吼，莫怨妒啦。三尖啦、诽谤啦、歹念头啦、心智败坏啦，等等遮有损害的私欲，你爱闪避，你嘛爱闪避贪财啦吼，贪财。所以遮个代志是保罗对于道德上的交代。教义的方面讲着精简好的精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下咧感觉即马愈来愈困难，我想。伫咱的人生，伫即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咱真无爱引起冲突。有个人信仰甲咱无共，伊的价值观甲咱无共，咱着点无爱讲。总是伫后现代，大家讲你爱包容啦、多元啦，爱很多事拢是相对。社会咧甲咱讲很多事拢相对，就是讲你莫讲你是真理，你不要讲，你爱尊重别人。所以变做今仔教会真容易妥协啦，咱毋敢为真理出声，这都毋对，这都袂使安尼哩。总是咱无爱冲突，你爱据理力争。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拢有拄着即种时代的条件，所以只有一项，咱绝对坚持到最后，就是伫天的无别的名赏赐，互咱对伊来得到救。没有其他拯救之道，这是非常清楚，咱需要来坚持的。
最后伊甲提摩太讲，你人生的目标要确立吼。用所采标来跑走，到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对顶面吊咱的想。即句话咱逐个真熟。总有你捌想过，你人生的目标到底设伫倒位？你的标杆是安那？我在50岁要第几桶金，还是讲我要有自己的房子？这目标拢袂当讲毋对啦。所以最终的，你人生最后的迄个目标，你插伫倒位？插伫倒位？大家子孙拢真友好，真成就，我伫历史上留名，敢是安尼？用所采标来跑走。保罗是甲提摩太讲，你人生的目标就是将永活去掉了。你要持定永生。你有没有永生？即个你会受掉，是为着即个。你今仔互受掉，今仔你诚做基督徒，就是为着要你得到永远的活命。你若无即个标杆，你若无达到的时阵，你是要安怎完成？所以你甲我咱今仔甲提摩太共款，咱拢是为着安尼受掉来领受永远的活命。这是上帝应允，嘛是基督徒上大的愿望。无你到90岁，你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感觉人生真空虚啊！我一世人拍拼的子孙，我家己面对死亡。总是你若有永活，我迄个标真清楚，我嘛已经真跑走的路程，将永活去掉。这是我人生的目标，就持定永生。所以，伊伫即个中间讲爱闪避，爱追求，爱将永活去掉。永活去掉吼，即句话我家想起来吼，即个永生，保罗是讲，提摩太你已经拥有的呢，你已经有诶，你毋通搁放煞去啊，你爱去掉呢，爱甲撩掉，继续努力，毋通一满全离开去，最后就是你会通得到迄个为顶面吊我来得到的赏，迄个赏就是永生。到最后，伊讲到期啦。最后，迄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迄名义，伊是带伫永远未死人看我都人看见迄个中间伊用即个学老，用即个做伊最后的祷告。我想保罗写到遮的时阵，伊可能看见家己原来已经，我要进我跑走的道路，我已经收掉所信的道理啊，我已经精进好的精进啊。伊家己咧写互提摩太的时阵，已经看见家己迄个目标已经快要到了。咱姊妹，新的一年，望咱用，这是永活上帝家，咱大家用即个标来跑走，伫道德、伫道义，也伫人生的目标观点，咱向标杆直跑。咱用即个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来读一个好无？独独你属上帝人啊，就闪遐遮来追求义、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着精进神的好精进，将永活去掉。提摩太前书6章11节到12节，望咱来闪避、来追求、来去掉的永活，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对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今仔日，阮伫新的一年，也来提醒阮家己，望即个永活上帝家、上帝的厝。咱们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伫即个家庭内底，大家也领受到即个命令，因为阮是属上帝人，阮听见保罗伫耶稣基督甲上帝面前吩咐阮，无下输，来真持守到永远。恳求你用信心来帮助阮，我们用头前所采标来跑走，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金会用的诗，圣诗253首，圣诗253首，请起立。上帝的教会是。
咱三甲做伙来收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所有以教会陪参者来领受即个恩典的记号。主耶稣讲：恁既若劳苦背重担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耶稣讲：我徛伫恁的心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开恁的门的，我要入去来甲伊相坐倒。当主耶稣受袂迄暝，伊有摕饼对学生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佫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即个杯要诚做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摆设即个饼甲葡萄汁，来诚做咱灵性的美牛。请甲我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新年第一届的主日礼拜，阮邀请主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来到阮共坐倒。主无义人，连一个都无。阮本不配伫上帝你的恩典，伫你的国度。若是伫主你的听，用无罪的替换有罪的。主耶稣替阮担当阮一世人所犯所有的罪过，伊用伊的血，互阮甲上帝立一个新的约。阮会通因为接纳伊、信伊的名，就诚做上帝你的囝儿。阮会通伫各种的情形内底来呼叫讲：阿爸爸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接纳我，求你赦免我，求你祝福我。主，今仔你的正百姓三甲伫遮，要用信心、用谦卑的心来领受即个恩典的记号。求你赦免阮得罪上帝、得失人。我愿意伫主的圣神的感动下面，搁一摆重新出发。愿上帝你圣别摆伫桌顶这饼甲葡萄汁，互伊诚做阮属灵的美牛，互阮领受主你恩典的记号，就知影阮是属于你的，愿要永远甲你相结连。愿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兄弟姊妹，咱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伫伊受袂迄暝，伊摕饼对学生讲：看，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的罪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甲我，咱的罪。欢喜来拍破的宝体，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侍奉的长老来帮忙。若接受过洗礼，搁别过信仰，不管你伫倒一个教会，拢欢迎你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甲我来拍破的宝体，咱来领受。关系，所以咱用一个小塑胶袋，你会通先甲迄个，无讲真好摕吼，你甲用出来吼，甲攞出来。若还袂摕到，请举手。
还袂摕着人，请举手。二楼才有人还袂摕着的。 领受到无？伊若无顺流，你会通拜托陈哥哥摕一寡迄个。 真实的吼，大家甲我讲，今仔日人会真少吼，所以我无啥信心，我准备无啥到，互大家收圣餐的迄落。大家拢有摕到无？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你甲我来拍破的，咱来领受，来纪念伊。食了后，主耶稣利用桌顶的葡萄汁对学生讲：看，这个杯是新的记号，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 这个杯是主要所为着咱的罪所流的保费，伫这个会馆顶，咱已经诚做上帝囝儿，咱要行呢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咱做伙用圣诗356首来做咱的祈祷。圣诗366首，主，我担受群爱见你的面，对领受圣餐来甲你相亲，用坚固双手去疗你仁爱，将一切忧伤交托你手内。咱用祈祷的心来念这首歌。主，我的救国，爱见你的面，对领受圣餐来甲你相
无主言下，为我所逼迫，经高粱。这是最后所祈祷，会保护着咱的罪所留的，咱做伙来领受。主讲，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毋望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一个。即点咱来奉献咯，奉献的感谢。因为咱节期的时阵所以咱家己摕去奉献箱奉献请事献的，请起立。即点我来报告大先向大家新春恭喜想事咱平安喜乐。前礼拜咱有举行定期好会咱有讲个定个。后礼拜咱要邀请福爱秋里教会的兄弟和咱做伙敬拜主。吴信昌牧师伊要来正道。春节年假，咱办公室有休困2月7早到16，然后急事，咱会当甲牧师接拍张牧师的手机来找牧师，也是牧师娘。后礼拜咱有要举行定期的中集会，请中集办心来参加。圣歌队按即礼拜拜52月19，就要开始来练习国话节的献诗以外咱家己过目特别大岛的事项，咱为着咱今年的目标，主来一家，基督是咱一家的主会当确实来落实伫咱南门教会的各家庭甲咱所有的事工咱特别为这来祈祷，来希望咱较侪兄弟来响应这个咱的目标来行平安礼。我是来介绍几位有足侪拢亲人，大家做伙来啦我无资料，我就无迄落我先来介绍位阮美国二湾教会有几个兄弟今仔日特别来伫咱中间林凤玲教授随会长老甲伊的囝儿甲新妇甲展南。陈展南甲伊个 Amy， 因拢拄好转来台湾
这拢是逃得快的人啦吼，投奔自由成功。其他毋知我特别来介绍的人无吼？足久无看到，我早有甲俊汉有伫遮无？啊，俊汉啊，甲玉明，甲伊的囝儿黄俊汉，伊遮拢摆伫遐吼。欢迎伊的家庭来中间。有特别爱感觉伊个家族较大的要介绍无？大家拢足欢喜啦吼，大家拢有做伙伫遮。如果我遮若无资料，咱肯定礼拜刷。我建议讲，今仔日难得吼，恁家庭若做伙来遮翕相啦吼。做伫拜堂，今仔日刷了后，你会通伫即个所在来翕相吼，来做纪念有年的第一年吼，多谢。我介绍阮囝啦吼，阮囝较有重要。我张雨绮啦吼，阮即个囝，因后顶敢看有，这真侪人拢抱过啦吼，当时拢抱过吼，即马大概抱无啥会烦恼，伊也拄好转来，嗨。什么人？英秋，小儿子哟，义夫，欢迎义夫来伫咱中间吼，谢谢。我看晋中长老因家族嘛不止大啦吼，晋中长老恁家族徛一个，我看卖一个几个安尼。晋中长老因的家族我。外撇做因的家庭嘛是啦吼，真欢喜明泽因的家庭，甲双胞胎我第一遍看着吼，双胞胎。佫有秀琴姐你的家族，秀琴姐因的家庭，嘛足大家族。好，欢迎，大家礼拜刷看的人来。咱即摆敢有超过你的家族，即摆超过5个以上的，我来举一个手，我看卖者。有啦。我来请举都已经头先介绍过啦吼，还未介绍着。来，中央兄，你的家族吼，中信兄甲来，中信兄甲，佫有无？伊做内底咱拢一家伙啦吼，无介绍着，咱看下留咧做伙讲话吼，咱来行平安礼吼，大家拜年一下吼。请起立。
上营吼，435首，咱大家来认识，咱入1赞2赞5赞。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相通安慰祝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